星の目の中。Hello， 大家好，我係 Kana 位嘅 Yuko， 我係 Uni 位嘅 Aya， 我係 Melo 位嘅 Yumi。咁好多謝 ECG 同 CP 大會嘅主辦俾出呢次機會，我哋上呢個舞台表演啦。今次我哋3個作為 B 小兵嘅第一次，都可能係最後一次嘅舞台表演。咁我哋啱啱就玩咗《我哋啦完全的のアイドル》同埋《生日 B》兩首 B 小兵嘅歌啦。咁接下來我哋會有咩歌咧？會有咩歌咧？先我哋唱咗真人版嘅，同埋第一季，唔知會唔會有第二季咧？可能有啦，一啲比較出名嘅，例如 P 字頭嗰啲歌啦。咁就請大家期待下啦，到咗。君にエールを送るよ。強い気持ち込めたエールを気づけばほら笑ってた見ないでいたこの景色もファンタジー安定した気持ちでごめんよ僕たちのサインレディーゴラン君が笑うからどうかなれる絶対レディーゴラン無限のまま咁啱啱我哋就玩咗 B 小兵嘅第一季嘅 Hard Kiss 同埋第二季嘅 Pop Me Too， 係啦。咁我哋陣間會唔會有其他季嘅歌咧？第三季？第三季會唔會有啲 B 字頭或者 T 字頭嘅歌咧？啱啱年初先播完第三季啦，咁我哋會有一啲第三季嘅新歌啦。咁都係我哋最後一首歌啦。咁就請大家
敬請期待啦。いつかあの人のみたいの秋で君を染めるわ私たちの星の子輝くために生まれてきたのさ君の一番光さえ欲しいなりたいここに出なくスポットライト本番はだから見せたい君との魔法もくくく地下から始める逆襲撃今で見せなさいなのでこのでメイキもう戻れない昆虫をするしかないしもつかんだチャンス絶対に逃がさないあなたのアイドル熱を伝えるためにいつかあの子のいっぱいの先に産むで君を染めてあげるのどれぐらいしずらしてもちゃんと泣かせちゃうからいときはくらみくのせいさえない夜まで言う顔せるわけないもう夢じゃない夢じゃない形もう夢じゃないあの日のリベンジ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可唔可以請返你哋上台做到課分啊？話説啱啱我喺隔離睇得非常之激動，我真係好中意你哋。因為咧唱跳係真係好難㗎，咁樣咧唔知你哋咧喺唱跳裏邊咧有啲咩嘅困難咧？我想問下。可能係體力方面啦，因為畢竟體力都唔係一朝一日可以練到嘅嘢。咁同埋即係一路跳一路唱，始終都係最大挑戰就係、你要穩住把聲，其實好難。係啊，因為咧嗱，你哋試下咧喺跑步機上咧自己唱一首歌啊，唔好唱浮誇嗰只啦，即係唱啲正正常常咁樣嗰啲咧。你試下唔喘氣唱歌啊，我體力得唔得？你哋一定得咯。咁但係佢哋三個都做到啊，所以咧肯定咧喺呢個體力上面花好多功夫去練啊，同埋咧好似咧成日要閉住道氣，唔好俾佢走音咁樣咯，係咪啊？咁樣咧，你哋咧係識跳舞先啦，定係識唱歌先嘅咧？我哋係識跳舞先咯，跟住唱歌就慢慢夾咯。因為我見你哋都夾得好好喎，因為有啲咧一齊唱跳嘅時候咧，可能咧會一個聲冚一個聲，或者三把聲都唔夾，但唔係啊！你哋做得好好喎，我啱啱真係有種睇動畫嗰種悸動感啊！好癲啊！咁樣咧，你哋今日呢一套衫咧，唔知咧又係去邊度出嚟嘅咧？呢套衫係我先碌哥同埋呢個偶像大師 Shiny Colors 嘅合作嘅衫。因為咧，我咧之前有諗過 cosplay 佢哋啦，但係咧佢哋有套衫好蝦人着㗎，就係咧佢係黑白色嘅，着到成個南瓜咁樣嘅。跟住我諗如果佢哋着呢套，但係好似未見過喎，原來係一個 crossover 嚟㗎。唔知道你哋之後咧有冇諗住咧去 cover 其他歌，或者會唔會有其他動向咧？呢個就未知住啦。咁你哋會唔會可以宣傳下你哋自己咧？可能 IG 啊，或者一啲活動啊？其實大家都好想聽你把聲。因為我哋冇團體嘅 IG，我哋呢個組合係一次性嘅，所以就係玩咗一次咯，未必會有下次。好啦，咁我哋
望再見到你哋，你哋真係好好睇啊！係啦，咁再次多謝佢哋好唔好啊？好啦，我俾啲機會你哋影下佢哋嘅正面啊！佢哋係冇溶妝㗎，我親眼睇到係冇溶嘅。OK。好啦，咁我哋咧就有請佢哋落台休息啦。我哋同佢講拜拜好唔好啊？拜拜。佢哋真係好可愛。係，聽唔聽佢對牙邊講？哎呀！係唔係佢唔係叫哎呀，佢叫哎呀。